信心来保守主你的名，我们来放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搁一摆三见面，组织伫圣殿，要到殿来敬拜伊。特别咱做礼拜的大圣，咱先来团练信息，请咱掀开信息第6首。信息第6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本来。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欠亏，只叫一喙草木，予我行去传讲清水。第5站。247首，247。主耶稣，我要倚靠你。本来，主耶稣。心到底来做今仔日敬拜。
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阿罗伊。请咱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6首，圣诗第6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请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徛咧，咱来攻读新的界面，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讲读启应文第27篇，伫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27篇，就对诗篇130篇来的。启应文27篇，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译。耶和华，我对深渊求救你。主耶和华啊，我若救砍罪恶，是水徛会牢。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神在听候。我的心神听候主，边长见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
咱同心来祈祷。听让阮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主，正今日伫神的主日来到圣殿敬拜你，恳求圣神即时甲阮伫地，安静阮的心，专心来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的性命因为你的恩典得到福气，也守护阮每项拢到了。当阮拄着困难甲挑战的时，主的话会当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互阮袂失志，引带阮行伫主欢喜的道路。总是阮有时会软弱，有时会忘记伫上帝的教导，得到犯罪。恳求主赦免阮所犯的罪，也赐予阮有对主来的智慧，搁较明白上帝的心意。通成做主所欢喜的囝儿女。天父上帝啊，阮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来照光阮的路，互阮会当行出你所欢喜的旨意。愿阮的心思意念拢会当充满你的话，愿阮所行会当彰显你的疼，愿阮的性命会当成做你美好的见证。阮愿意成做你使用的器具。顺探你的真理来荣光你的名，互阮的心毋是停留伫阮的喙，是伫生活中来实践你的教示。阮伫天父阿爸爸啊，感谢你的恩典，互我会当伫遮斗阵领受你的话语，愿你帮助阮时时刻刻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头壳顶，记伫阮的心肝头，以你的话为戒。也时时学习学路，称颂你的名，感谢你的心时时长存。恳求圣神开阮的目睭、阮的耳孔、阮的心门，来领受你通过你牧师所要予阮上帝的教示。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伫你的面前，安尼合心合意来祈祷，拢是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学咯，咱要请诗班来献诗哈。诗班今日要献的诗是：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
摇花是我的牧者，我无欠配。我虽然行过死命幽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我要永远徛徛伫耶和华的厝。阿门。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8章23节到31节，《使徒行传》28章23节到31节。周报后壁面嘛有记载，我来读，请大家来看。因甲保罗约定一日，到时有真侪人来保罗住的所在。对早到暗，保罗为着上帝国做见证，引用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劝因信耶稣。因所讲的话，有人信，有人毋信。因中间的意见无一致。因离开以前，保罗讲即句话：圣神托先知以赛亚对恁的祖先讲了真对。伊讲：你去甲即个子民讲。恁听搁听嘛袂了解，恁看搁听看嘛袂看见，因为即个子民的心已经钝，耳孔动，目睭开。若毋是安尼，因的目睭会看见，耳孔会听见，心会明白，会回心转意。我就甲因医好。28节，所以恁就知上帝即个拯救的信息已经传互外邦人，因会听透。保罗住伫家己祖的厝足足2年久，来访问的人，伊拢甲因接待，以好胆宣扬上帝国的信息。国家是关系主耶稣基督的事，拢无受阻挡。以上，愿上帝宝贵的话语会当成做咱的支持甲帮助。咱即马要请李牧师用救恩互愿意听的人来甲咱讲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看顾，保守阮安然经过一礼拜。愿你的信心引出来开阔阮每一个人的心，甲阮的耳孔，真少来听上帝今仔日要对阮讲的话，来帮助阮跑走未来的路站。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真紧的时间，新眼讲读经的进度，《使徒行传》已经来到最后一章28章。也是照新眼讲读经的进度的人，应该拢有感觉真无共款。因为诗篇119篇105节咧讲，上帝话是咱脚前的灯，路前的光啊。所以咱照新眼讲，逐工咧读经的人，应该有真大的领受。因为咱规礼拜你可能领受的拢是社会外在，互咱的声音，但是你若到读经进度咧行。你有领受真多信心伫咱的生活中间、工作的中间、家庭、学业中间，甚至伫你的感情的顶面，对你的引带到带领。而使徒行传，互咱读到上帝呼召最的使徒、门徒同工做伙来起做教会。有教会毋是结束，是拄好要开始啊！尔，咱看主所竞选的人开始四过宣扬福音。宣扬主耶稣救赎世间人的好消息，因四过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使徒保罗特别受呼召去外邦人的所在来宣扬，因为保罗甲其他的同工因尽忠、顺服、吞忍，真是忍受真多的艰苦，安尼福音才有法度传开啊！那是因为安尼，如今咱在座的咱，才有法度来领受着福音的祝福。
但咱知影信耶稣，从来拢毋是咱想的遮美好、遮简单。信耶稣哪里办宴会、特会，还是退休会、团契等等活动遮简单？咱对使徒行传，互咱知影，要跟对耶稣的人知，需要派去家己的实际，你要挖出来。咱毋是今仔礼拜来听尔，礼拜来听是今仔第一步，第二步是咱转去咱的厝、咱的社会，咱来挖出来。参与伫教会起初，人讲绝对不是儿戏。参与伫教会会拄着真多问题，人甲人，有侪侪代志处理中间的冲突，甚至咱来面对咱内底真多心灵内底的真正。伫到这个过程的中间，有人要信，有人信无够，甚至有人最后无爱信，离开教会。这是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使徒行传》28章23节到26节。咱做伙来读一遍吼，23节到26节，来请。因甲保罗约定一日，到时有真侪人来保罗住的所在，对早到暗。保罗为了上帝国做见证，引用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劝因信耶稣。因所讲的话，有人信，有人毋信。因中间的意见无一致。因离开以前，保罗讲这个句话：信神托先知以赛亚对恁所先讲了真对。伊讲：恁就去查遮的子民讲，恁听搁听嘛未了解，恁看搁看嘛看未。接续顶礼拜讲到，保罗接续马其顿的宣告登去耶路撒冷。虽然过程的中间有真侪人苦劝保罗，你毋通去，甚至嘛有先知会讲你会受掠的事件。但咱看保罗犹原顺探主耶稣的旨意，放胆向前来跑走。今仔日的经文背景就是保罗已经受掠去啊。因一队人对耶路撒冷经过真长、真无简单的旅程，来到罗马。伊互罗马的所在，伊虽然有限制，迄是租的所在，较早的关较像咱即马较无共款，伊爱家己租厝，互关伫内底，但是伊通自由无受教了来接待要来看伊的人。伊教导因上帝国的代志，为耶稣来做见证。上帝真正是万军人的上帝，真奇妙的作为，互咱想袂到。保罗互掠，看是咱危机，有时兄弟姊妹，咱拄着歹代志无一定是歹，你敢毋知？上帝竟然用受掠这款方式，互保罗来到伊思思念念想要来到的罗马城。来宣扬福音。25节到26节这段经文是保罗用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来回应来见伊面的人还无愿意相信的犹太人。旧约上帝的子民对正先知讲上帝话，因毋是毋捌，因毋肯捌。这差真多哦。因毋是毋捌哦，因知，但是因毋肯捌。毋信是因为因无愿意信啊。人的罪性和咱人的本性心中有时石头同款。所以25节到26节是一段强调上帝的主权甲人责任的经文。上帝安慰努力宣扬传道见证耶稣的人。什么人？当然包括以赛亚、保罗，甚至是耶稣历代的正信徒，甚至是如今的咱。咱有感觉伫台湾这个所在要传福音真困难有无？真困难。因为传福音的结果常常是互人拒绝，嘛互咱失望。
但是25节到26讲，咱唔通失志，唔通送胆，因为人的信甲唔信，早就伫上帝的计划内底。计划上帝早就计划好好啊，有人会信，有人会唔信，唔是靠咱的努力甲拍拼有法度来改变的。这嘛就是当咱咧推动教会做事工的时阵，无管咱是要对咱内底，还是对外口，咱只要尽咱信仰的本分，咱去听这个兄弟姊妹，咱去陪伴伊。像即摆社区啊，因放暑假嘛，嘛是有一寡社区的乡亲正美长老约来玩拉面，拜三来玩什么物件，咱就是去听伊，去陪伴因，安尼就好啊。信因的信，还是因唔信，拢唔是需要咱去操心的。啊是正美长老去陪伴伊玩拉面还佫担心讲，哎哟，我陪伴伊遮久伊唔知要信啊唔信，安尼是毋是真艰苦？如果信甲唔信，是因为咱的努力，安尼咱人会真骄傲。是因为阮建成做什么事工，伊开来信耶稣，安尼，还是因为我陪伴伊10多年，伊较信耶稣，毋是安尼。上帝愿意互每一个人机会，虽然咱人的心若石头，固执真理，无愿意悔改，伊的性命都陷落更较歹，一个属灵的性命，最后会受上帝的审判。每一礼拜牧师咧讲道无可能。咱在座每一个听道理的人心中拢有同款的感受啊。原因在于咱听的阵的心无同款。有神学家安尼讲每一遍的礼拜讲的这个人，就是比如牧师无一定长老嘛会讲讲的这个人，甲听的人爱负一半的责任啊。就是讲的人爱负一半的责任，听的人爱负一半的责任。讲的牧师爱用心查考资料。伊虽然安尼讲，我讲爱加一下，并且这个无讲的这个人爱活出信仰的性命。你袂使伫讲台讲的，你先讲台下面生活的拢无同款。咱听的嘛爱备万心。咱今仔日这段经文真早3个月前就互咱大家啊。无管你有你对新眼讲，你读经你行无？你这个经文你来知，你应该是昨昏就爱看过这段经文。祈祷，拜六早去困，礼拜提早来教会，礼拜堂安静心，将咱的心门拍开，你让你较有法度听到上帝透过牧师要对你讲的话。较正确讲，毋是牧师要甲你讲，是信神要甲你讲提醒的话。无安尼，逐礼拜来做礼拜，有感觉真可惜无？咱就感觉真可惜。安尼为了要做礼拜，先赶紧来，安尼先安尼赶紧，安尼也无准备，听就走，上机台就等下爱餐，今日毋知要食啥物，安尼咪感觉真可惜。咱继续搁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使徒行传》28章27节。这嘛是今仔日真重要一节的经文咱做伙来读来。因为这个主民的心已经钝，耳孔重，目睭溃。若毋是安尼，伊的目睭会看见，耳孔会听见，心会明白，会回心转意，我就在医好。今日读的经文是现代的台语，所以大家会听较有啦，听较有你这在经文，互咱看到身躯内底有3个器官：心、耳孔、目睭。咱这3个器官伫身躯是非常的重要，无说白讲缺一不可啦，伊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心更较深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思想。经文讲，先知讲，在因的心已经钝。
耳孔重，目睭溃溃，吼，可能你昨吼真晚困，啊，即摆拄仔来吼，啊，即摆牧师一边你讲吼，你目睭一边你安尼吼，一边溃溃吼，啊，佫头佫摇吼，一边溃溃，目睭溃啊，遮尔形容啦，即个心、目睭、耳孔，伊无啦，无发挥原本属伊的功能啦。咱目睭应该看真哇，真深哦，看咧真明，耳孔爱有听的吼，心安静咧听。意思是讲，这三个器官啊，已经出问题破病啦，破病啊！先知以赛亚讲，百姓的耳孔重啊，这个重有震动，困难听，困难听，哦，啊是呐，听较缓慢。主要是要讲是呐，因无将上帝话啦当作耳边风啦。因将上帝话当作耳边风，这个无听，毋是真正讲有人较重听，毋是这个无听，是因经因爱听的，经因想要听的。百姓的目睭啊溃溃，目睭安尼看袂清楚，其实嘛毋是讲看袂清楚，因看因想要看的，看因家己要看的。百姓心已经钝，这个钝吼，牧师早起就想到吼，咱迄刀啊一钝钝吼。肉吼切袂使叮当，吼，顿顿，那种心哦，这个心哦被蒙住了，心拢看掉啊，不敏锐，这个心不敏锐，无去思想未来的代志，看心想的拢是拢是现在如今的代志。而先知以赛亚时代，百姓无愿意接受上帝启示的话，拒绝甲藐视上帝的救恩。因为罪的缘故啊，咱人啊，普遍啊，拢对我最忠心。就是信仰所时的嘛是同款，最忠心、骄傲，伊会安那，华语叫做步步高升，安那爱较爱追求呐，追求高的位，升级、学业、事业，要来满足这个你个心，凡事呐。想要啦，当家做主，家己要掌握，甚至咱的信用，在咱外口一般信的真相共，迄叫做交易式的信仰。我唔知影兄弟姊妹，恁对恩典，你有经历偌深？恩典，咱知影恩典是哪白白得来，但是咱因为受华人传统的影响，咱无想要哪白吃白喝。我嘛感觉我爱为上帝做什么物件，安尼较有法度安心来信这个耶稣。这就叫做交易式的信仰，交易式信仰。其实有这个心内有安尼想的时阵。就代表呐，伊要证明是其实我才是我家己的主人。上帝，你其实毋是我的主人。安尼结果，咱人自然心啊，心会钝，耳孔会重，目睭会溃，真困难完全信靠上帝的主权。咱祈祷哪祈祷，但是上帝好，要叫你运动。你讲哎，我无爱，我会惊。咱无法度上帝主权，搁较无看上帝伫咱中间的怜悯。上帝透正先知要将拯救的信息宣扬出去。如果咱愿意啦，有听到，咱调整；有看到上帝呼吁，咱嘛来调整。当咱愿意回头，上帝就袂永远来弃杀咱。咱这站7月26号，刚是要什么立委罢免嘛，吼，应该大家拢有会真关心啦，吼。而这个过程中间，牧师看到咱的兄弟姊妹为了这项代志，两个极端来互你冤家，我嘛真艰苦。两个极端的冤家，咱无法度相信上帝的主权。咱无法度上帝主权，
咱嘛是要靠家己，看有法度来决定什么物件。直到以前两个安尼来遐，离教会的来安尼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咱个最后来看咱今仔日的一段经文，28节到31节，28节到32，咱的周报下摆面咱做伙来读来请。所以恁着知，上帝这个拯救的信息已经传予外邦人，因会听。保罗住伫家己祖的厝足足2年久，来访问的人，伊拢甲伊接待伊。伊好胆宣扬上帝国的信息，佮假是关系主耶稣的事，拢无受人主动。原本上帝救恩是专门给犹太人的，应该是上帝竞选的子民。除了犹太人，咱拢是外邦人。牧师嘛无爱听咱，特别叫咱社区的人叫因世俗人，真歹听。咱唔通安尼才能叫。安尼刚好，咱这个信仰行高高在上，因遐世俗人，咱拢是除了犹太人，咱拢是外邦人，咱拢无分伫上帝国，是因为咱上帝怜悯，咱提早来教会，因阿未。路加透过使徒行传，互咱知影，是因为犹太人的罪过，因无要相信上帝救恩，较有法度临到其他的人。上帝旨意要透过耶稣，上帝独生的囝受顶伫十字架顶来拯救咱的世间人。互遐个愿意将耳孔拍开的，目睭愿意金金看的，有谦卑的心，相信耶稣是因救主的人，拢总通领受着救恩，通得着救。对30节到31节，互咱看到上帝真奇妙的作为。咱知影迄阵保罗咧传福音的时阵，迄犹太人拢会破坏。但是保罗受关的这2年，福音反倒等无受阻挡。犹太人也无法阻挡，罗马政府也无阻挡。为什么？因为用关起，犹太人要外口有罗马兵力顾的。所以真趣味的代志对遐保罗就对遐较无福音的人，一批搁一批来敲吹伊遐犹太人，还是遐外邦罗马较愿意较无福音的人，保罗对因宣扬上帝国的信息，搁假是因关系主耶稣的代志，并且。其实有真多的同工伫身躯边咧合作遐保罗，对新约圣经的记载，至少8位的人，甚至腓立比教会伫财务顶面来对保罗的帮赞。才互咱知影，咱即摆普世的教会，咱拢毋是咱建成咱家己过好就好，咱教用就好。别人咱拢无爱管的，毋是安尼。你看，真侪教会迄阵就是安尼，互咱看一个典范，就是咱来互相去斗帮忙。腓立比教会毋是今仔日金钱斗帮忙租厝，保罗的租厝的租金是因出的。保罗的需要，甚至差派同工到罗马去帮助保罗。兄弟姊妹，当你读这段短短的经文，你有感觉？真激动无？怎样讲？因互牧师看了保罗所带迄个家做做出的种，其实好亲像真个同心合意宣言主福音的教会啊。一个所在，毋是讲咱咧建成这个建筑物开始教会，连咱的厝内底也有上帝道是宣讲的所在。有一群同工同心合意，因祈祷、生活、彼此相订，做伙服侍遐较无福音的人，见证耶稣的信仰团体，当然就是教会。所以，为了咱会带咱幼囝，
咱做家庭礼拜，爱有家庭的这段，嘛是这意思。咱最后咱搁来读《使徒行传》31节，好无？最后来搁来读这节，吼，来请以好胆宣扬上帝国的信息，搁假实关系主耶稣的事，拢无受人。《使徒行传》28章，咱这本圣经已经结束，其实毋是结束，《使徒行传》拢无结束。这2000多年来，全世界宣教的活动无停止，继续伫各所在，好亲像你写《使徒行传》的续集啊！160年前，福音临到咱的台湾，临到咱的长老教会，侪宣教师搬山过岭，坐船对英国、加拿大、美国来到咱台湾这个小岛宣扬主耶稣。侪咱继承过去的信仰的前辈。还是咱在座的你的阿公阿嬷，因看到福音，一听到福音，因相信，因就领受着祝福，因嘛参与伫写《使徒行传》的故事的顶面，因嘛共款宣扬福音，见证耶稣。伫咱见神来讲，咱的最的前辈，因为因相信，因宣扬福音。因见证耶稣，开拓合作，差不多有10间教会。但无管过去咱的见证如何搁如何，无输即阵你讲咱的宣教 DNA 吼。无管咱过去信仰前辈因如何搁如何的为心来拍拼，甚至嘛听兄弟姊妹同你讲，咱真怀念过去吼，咱见证有啥物活动事工是如何搁如何热烈滚滚。无输要讲的是，如今兄弟姊妹是咱活着这类人，上帝呼召咱即时组织的见证，互咱成做基督徒，咱要来如何回应上帝呼召较重要。过去的这信仰前辈，毋是讲无重要。现在，咱要如何来回应这个呼召，较是重要。咱的中辈信仰其实甲你无关系。在座可能有第3代的基督徒，甚至有人是第5代的基督徒，迄拢无重要。因为信仰是咱家己的信仰啊，信仰绝对不会遗传。信仰袂遗传，一代亲，二代明，3代无明，4代走5代啦。所以信仰袂遗传啦，信仰不会遗传啦。咱要如何继续写咱建成教会？咱今年76年，咱要行86年的故事，还是100年咱信仰的故事？咱来承接这4代使徒行传的接力棒。无输知影起造教会，虽然有时会拄着压迫、乱弱、失志，但当咱愿意倚靠上帝恩典，咱有单纯的心相信耶稣，咱用目睭去看较清楚的，毋是用你家己的想的去看，用上帝信心引出来你目睭去看。你耳孔去听，咱的心更较谦卑一下，一定会看见主的福音宣扬出去，嘛一定会看见咱建成教会是毋是有尽忠，继续写《使徒行传》的故事，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伫万人的中间来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儿。成做你的囝儿是恩典，是怜悯，但是嘛是责任。阮这时要做伙来遮来主你的面头前，阮来忏悔、认罪，主阮常常来得罪你。阮常常无伫生活中，查主你排第一位。
阮常常无想到上帝国的福音来抵御、来努力、来拍拼。阮我靠这个世界的时间超过我靠主耶稣你。阮主耶稣你信心的大开咧，扶持帮助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有身躯被疼的，心里忧伤的，愿你来扶持、来怜悯伊，来帮助阮每一个开阔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心灵，有法度看见上帝你要伊看的，也有听到上帝你对伊深深要讲的。愿主帮助阮。将今仔日的荣耀拢归着主，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感谢林牧师的教导，咱用诗歌来回应上帝教示。信诗第247首，信诗第247首，主耶和华，我要倚靠你。请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主耶和华，我要倚靠你。奉献，咱要请当番的同工来服侍，但用感恩的心来献到上帝。会众请起立，所有人来唱奉献的诗歌。
请坐。咱要进入咱公道的时间，咱先开咱周报的内面吼，咱有公道的事项、教会异象、新传正信道、原名改祭司。第一，咱要感谢上帝赏赐信心保惠师，帮助阮有谦卑受教的心，通看见、听见耶稣救赎的恩典。第二，为着肢体。血因必然赎金赎回泪水书记衣冠至坚以乐得名清光秀容雅纳雕台春基千惠念之王兰这寡兄弟姊妹的需要，咱来祈祷。第三，为着7月19到20儿童主日学生活营丰富圆满，为着许多时间，咱逐人出入平安，要旅游的、要爬山的、要耍水的，拢会当平安。第四，为着丹那斯、丰泰、甲连日的校大雨所重创的地区甲产业，为着经销出群的治安问题，为着7月26日大罢免，咱为着即寡代志，咱来献上咱的祈祷。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互我会通有你恳求的权柄，帮助阮的所求拢合你的所听。有时阮实在是软弱，阁软弱，我毋知家己到底要祈求什么，也无明白阮所需要的是什么。恳求你的信心拍开阮的心眼，互阮单单是质疑家己的愿望。国家是愿意求你欢喜的心意，互你的旨意成做伫阮的心上。主啊，当阮接受苦难的时，求你陪伴阮、保护阮。阮知影你的亲身为阮承受每一个拍击、每一个噩耗，甚至为着阮承受阮家己的软弱甲罪恶。多谢你这么疼阮，求你带阮行伫平安的道路。公义圣洁灵敏的主啊，阮为着阮教会众兄弟姊妹的欠缺甲需要，下礼拜主日学的生活营，南部风台灾损要重建，经销人员的质押问题，国际各国的战争分了，等等即寡代志，求主你怜悯保守扶持。阮安尼感谢袂堪伫。阮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声来求。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吼，咱周报那个后礼拜的曙光的曙光啊，团结聚会吼，请大家注意吼。咱来看教会的消息。第一，
请各团契会计将上半年的财务的收支报告甲小册交予咱的干事，到今日截止吼，一律转交予查销委员来查销。第二，7月27号要举办升级礼啊吼，升级礼啦吼。咱感谢主保守咱的囡仔伫恩典中成长，伫爱甲纪律中智慧甲善良日益加添。咱团契消息，第一，7月19拜六下晡3点，妇女团契聚会，内容是心灵课程，讲师是蔡文芳关怀师。第二，7月19到20，就拜六个礼拜，儿童主日乌古办生活营，地点伫个林苑酒店野柳度假馆。游览车是中巴，出发的时间是7月19拜六上午8点半，集合的地点是咱77巷的巷仔口，2位牧师会当随队来参加。第三，7月27礼拜上午9点45分，琴职团契聚会，课程是倾听就是爱啊！倾听我拄仔去查迄个吼，讲是爱耳听啦，咱爱耳听就是听啦吼。讲员是杨秀瑶老师吼。以上啦，那奉献的明细啦，家己看吼，若有了够的，也是毋对的，咱再甲会计来登记。咱来用上引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512首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扶持，甲恁同在，对即时到永世在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礼拜到这煞，咱袂倒闭会。